新竹竹东有好吃的，也有很多很棒的景点，像是这个可爱亲子园区，里头还有很多的体验活动，让我跟Momo可以 DIY。另外也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等着我们。别以为只有走走逛逛，这个园区还有很多关卡。让亲子可以一起闯关。哥哥在关什么玩？这关上来到无牌益智解谜关卡的起总关，你到做俩火叉面当青春八加四，你要公布你到那里？来，吉姆尼。好，第二是宋雨欣。俚语到底是什么？边找答案边玩耍。我跟Momo都觉得很有趣。阿姨，这里也有哦，青豆嘞，底下不一，这什么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来研究看看。以我跟Momo的聪明才智，当然可以解开谜题。闯关不但是可以动动脑，而且还可以学习客家俚语呢。哥哥，我找到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题目的意思是在讲功夫到家，石头开花。他说功夫到家，石头开花，就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对。把台湾动漫跟亲子活动结合，寓教于乐。好玩的还有这个。阿姨，我们来走凤岔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请老师教我们融发不二走凤岔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教你。来，我先发两边看哈，拢简单。线上现场教学，剪剪贴贴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为了让风车五彩缤纷，我们也特别融发不二走凤岔。哇，Momo走猴嘞，动将呢！完成 DIY， 成就感十足，也别忘了逛一逛，因为很多发补商品大受欢迎，很多人买回家当礼品。Momo，你觉得哪里最好玩呢？我喜欢闯关游戏。那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喜欢融发不二走凤岔。